你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呀？你从哪儿来的？我来探望好友青龙圣使，你认识他吗？原来你是青龙大哥的朋友啊！正是。在下万毒门秦无言，来鬼王宗商议结盟之事。万毒门，哼，我想起来了，毒公子是吧？正是在下。毒神亲传弟子，怎么这笛声里面会有股苍凉悲怨之意？怎么，毒神那里混得不好吗？嘴巴还是这么毒，各自有各自的烦恼，触景生情，不行吗？没想到天资过人、心高气傲的毒公子也会伤春悲秋，难怪青龙大哥会说你。青龙说我什么？没什么。以我血肉奉为牺牲。可是这法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些事情忘了便忘了吧，别太勉强自己了。我来与你告别。你要回万毒门了？替你爹去找玄火剑。哼，看来胡岐山住的不错嘛，能动用毒公子为鬼王宗办事。怎么，你要弃毒神归顺我爹了？我是为表达万毒门结盟的诚意，才听命于你爹。况且玄火剑乃是我派复活兽神的成败关键，身为我派弟子，自是责无旁贷。不可复活兽神，否则将天地浩劫，生灵涂炭。复活兽神？是啊，关乎我派大业，刀山火海也得走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对呀，刀山火海的，万一你挂了，我青龙大哥是会伤心的。我又不是青龙家养的猫。可是你是我青龙大哥最好的兄弟啊，关照你是应该的。嗯。哎，玄火剑在哪儿啊？于都。于都。这名字好熟悉啊，好像在哪里听起过。